大家好，我係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好開心咧，今日咧係喺我哋校園咧係舉辦呢一個校長對談系列，咁亦都好歡迎咧好多親自嚟到現場嘅朋友，好多我哋嘅嘉賓，亦都咧係好多喺網上收看嘅觀眾。今日咧我哋呢個對談嘅題目咧比較輕鬆嘅我哋就係用一個叫做博雅加專業、明辨思維、賦能人生作為我哋今日嘅對話傾偈嘅一個題目。頭先提到啦，我哋係好歡迎大家咧，係一陣間有一個時間咧，都係可以向兩位講者嘉賓咧係提問嘅。咁首先咧喺度咧係歡迎我哋兩位講者嘉賓啦。第一位咧就係袁天凡博士，咁大家可能都好熟悉佢噶啦。咁第二位咧就係我哋嘅張海圖博士喺我哋隔離嘅。一陣間咧佢兩個都會有好多嘅分享。咁或者我都講講啦，有啲朋友咧都想update 下嘅咁袁天凡博士Francis 啦，係我哋恒生大學當然係一個好熟悉嘅老朋友。佢而家係雲策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嘅主席，亦都大家可能咧都知道佢咧係盈科亞洲拓展有限公司嘅非執行副主席。咁再早前啦，大家都亦都係好記得啦，佢就係香港聯交所嘅行政總裁咁我記得佢應該係最年輕嘅 CEO 嚟嘅聯交所。咁Francis 咧就係大家都有認識佢嘅係喺芝加哥大學啦，係研讀呢個經濟學。咁亦都係好熱心教育事業。亦都好多嘅對學校好多嘅單位咧都係作好多嘅捐獻。亦都咧係而家係我哋香港恒生大學嘅兼任教授，亦都係美國芝加哥大學同埋上海復旦大學嘅校董嚟嘅。好啦，張海圖博士張博士咧就佢識聽廣東話嘅咁都係一段時間嚟喺香港工作同埋生活。佢而家係香港大家都係知道啦，佢係亦都喺內地咧係好長時間嘅經驗。中信資本控股有限公司嘅副董事長同埋總裁。咁張博士咧亦都係差唔多有30幾年嘅投資管理經驗，亦都當過曾經出任過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儲備司嘅副司長，主管咧國家外匯儲備嘅投資管理。所以咧，佢唔單止係企業市場甚至係一個嘅主權嘅投資嘅管理經驗咧，係相當之豐富對國家嘅政策對市場咧好多嘅觸覺同埋係一啲嘅自己嘅睇法。咁張海圖博士亦都係喺北京人民大學咧係修讀呢個金融學嘅博士學位嘅。好簡單啦，詳細啲啦，大家可以睇翻我哋之前發俾大家嘅一啲嘅資料。今日咧我呢個講題咧，其實咧就係大家可能好理解啦喺而家全球化同埋好多地緣政治政治嘅經濟嘅轉型同埋好多 AI 嘅科技創新咧加上我哋人口係開始係所謂樂齡化亦都好多氣候嘅一啲嘅變化嘅關注。咁所以咧係一個我相信咧係一個大時代嚟嘅好多嘢都係轉得比較快。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鼓勵啦特別從一個大學教育嗰個角度咧我諗今個年代咧而家呢個時候咧都係需要咧係用一個比較係即係唔係純粹以往咁咧係單一個學科去思維，係鼓勵多啲同學咧自由去思考去問問題，懂得分辨真假資訊懂得作自己嘅判斷。咁所以咧，亦都係好緊要啦。而家係講緊點樣去創新點樣去解難一個咁嘅年代。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希望咧係揾到兩位我哋嘅朋友咧同大家去分享下佢哋當然咧佢哋嘅人生經歷工作嗰個經歷咧都係好豐富㗎。咁我哋今日都好多年青嘅觀眾有我哋嘅學生，有我哋校友，亦都好多外界嘅一啲嘅人士。咁我哋一起咧去探索咧，就係話點樣用博雅加專業呢個嘅理念咧去促進我哋個人嘅成長就算你係咩嘅階段都好啦，我哋都係不斷要學習，不斷去成長咁同埋咧，我哋特別今日咧關心就係點樣去
培育自己個好奇心，我哋嘅批判性嘅思維，我哋有時講咧係明辨慎思，同埋咧我哋係點樣建立一個解難嘅一啲嘅核心嘅能力我哋盡量希望大家就唔好去隨便跟人哋一啲主流嘅睇法應該有自己獨立嘅思考自己獨立嘅一啲嘅分析去處理好多我哋出現嘅以前未見過嘅問題。好啦，嗱，咁我先咧請兩位咧係大約用7分鐘到咧好自由咁講講佢對呢個課題一啲嘅睇法，好嘛？然後我哋有好多嘅傾偈咁我首先咧係請袁天華博士。首先我好多謝何校長嘅邀請同埋頭先嘅介紹。咁我亦都趁呢個機會介紹下我身邊呢個老朋友張海濤先生。咁我認識佢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喺外管局嘅。咁如果大家睇香港或者中國尤其中國改革開放嘅年代，同埋香港金融市場即係國際化嗰個歷史入邊咧，其實有幾個里程碑嘅。咁其中有一個就係人民幣接軌，即係喺大概1990年初，即係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嘅時候咧，嗰個離岸人民幣同埋在岸嗰個人民幣係有好大嘅分差嘅。咁如果想將中國嗰個國內嘅經濟同國際嘅經濟接軌咧，即係人民幣嘅接軌係非常之緊要嘅。咁喺嗰方面，張海濤博士係扮演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咁所以喺外匯界就冇乜人唔識張博士㗎啦。咁當然1994年嘅時候，我就離開咗聯交所，咁開始即係探索我自己嘅即係將來啦。咁當時亦都係一個重要嘅即係時刻，咁亦都係香港即係即係嗰個金融市場國際化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階段咁。咁喺呢啲事件入邊點樣關係到今日嗰個所謂個主題明辨思維，賦能人生咧咁樣。頭先何校長講嘅咧，就我哋其實真係面對一個多變嘅世界。其實變就差唔多一個主題嚟嘅，但係喺個變入邊咧，其實係有好多嘢係冇變嘅。咁譬如話喺嗰個思維嗰個品質方面譬如喺邏輯或者係論證嘅能力，或者係跨領域理解嘅能力或者係歷史文化視野方面，或者係倫理或者價值判斷嘅能力方面，或者係表達或者溝通方面，呢啲能力咧，其實係冇變嘅，可能係越嚟越重要添。咁我哋喺個人生入邊咧，係永遠會係碰到有啲時刻，你係要作即係一個重大嘅決定嘅。即係譬如我頭先講話喺中國嗰個改革開放嘅階段，到個某一個時刻咧，你人民幣係一定要接軌嘅。即係如果唔係咧，國內嗰個經濟同國外嘅經濟咧亦都冇辦法去接軌嘅。咁我自己亦都有幸喺1987年，即係全球股災之後，即係香港覺得係一定要大改變嘅時候，咁我有機會出任香港聯合交易所總裁。
咁當時亦都有一個大變嘅時候，咁大變嘅時候，亦都有好多你會唔變嘅考慮。咁最近我亦都喺網上亦都有睇到即係尤其是而家喺個 AI 時代，究竟係乜嘢係即係所謂成功最重要嘅因素咧？咁其中一個令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就係大家都知道喺 AI 界嘅大佬黃仁勳，佢就話有3個因素第一個你就要有個即係好好嘅基本知識。所謂基本知識咧我相信而家係唔可以話靠你嘅學歷或者係 qualification。而你唔會係睇你有冇大學畢業，因為其實大部分人已經係有大學畢業㗎啦咁。而你大學畢業學到嘅嘢咧，可能係好快，亦都係不合時宜。所以有啲人講話大學、中學我覺得甚至係小學，即係嗰個畢業嗰個所謂證書咧將來未必係最緊要。但係咪嗰個知識係唔需要咧？咁我又覺得唔係。譬如話你係會計師，而家靠會計師呢個牌照去做嘢，或者你係律師靠個會計師嘅牌照去做嘢，我諗嗰個年代真係可能係大家要覺得係過咗。但係你要會計知識或者係嗰個法律嘅知識或者市場嘅韻律，呢個你其實係一定要掌握得到即係會計始終係要令到你知道做乜嘢都有成本嘅，即係呢個我諗係好基本嘅嘢嚟嘅。法律係基於好多所謂公正嘅原則嘅咁你唔會走得出嗰啲原則嘅。如果你喺市場做生意，亦都有佢個供求嘅規律。咁呢個規律咧，其實都係唔變嘅。咁所有呢啲唔變嘅嘢咧，係令到你喺將來處世嘅時候係最緊要嘅能力。咁我就或者講到呢度先好我哋一陣間可以多啲對話頭先好多有趣嘅問題。好而家我又請張博士咧同我哋做一個開頭嘅分享。張博士。謝謝何校長，謝謝恒仁大學的邀請，非常高興榮幸參加這樣一個非常流行也實用的話題的討論。首先我想跟大家說聲抱歉，我來香港差不多有快24年了，但到現在沒學會廣東話。校長剛才說我能聽懂一半，好像我覺得可能還不夠，不夠一半，非常抱歉。第二呢，就是我的簡歷當中也很抱歉，只有到外匯管理局那一段。我之前其實還有一段經歷是在中國政府國防部做過9年的翻譯其實是做外交，做 geopolitics 或者叫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那都是很有趣，而且跟今天這樣一個討論的話題，其實也可以把它揉在一起講。那在準備這個討論的時候，之前我是其實想寫一份東西，我也寫了，後來寫的這個覺得很差。那傳給這個校長之前呢，我就猶豫了一下，後來我就讓我的這個助理幫我用 AI，用豆包也寫了一份。那豆包幫我寫完了，一看又寫得太好。那我也不好意思給校長傳過幾個，就這個太差的、太好的我都沒有傳。那其實這個跟今天我們講這個題目是緊密相連的。這個豆包，目前還不一定被公認為中國最好的這個
AI 的工具，但是我个人认为它一定是中国将来最领先的，会超过其他的几个AI 的一个工具。那么关于这个话题，我想特别简单的跟大家分享3个看法。第一呢，就是关于博雅或者通识教育以及专业教育，或者是这3个概念之间的选择和平衡。我认为首先要重新定义这个概念，什么叫博雅，尤其什么叫通识，什么叫专业。那么我在想，我年轻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座的就是不同年龄都有。那么我其实我来之前，我想我主要的谈话的对象是校长和学生。我在想，我20岁的时候，那我的专业其实是英文做翻译嘛。那时候是专业，今天的英文或者翻译其实是通识。你不会英文，你差不多这个好多事情你做不了。但是即使你不懂英文，今天有 AI，其实你也可以生存的。时代变了，这就变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早先的开车，对吧？这个其他的好多技能其实都是专业的。我30年之前你要会开车，你是很专业的，对吧？今天你要不会开车也可以，因为我们投资了一家公司是自动驾驶的。那香港这边可能将来也会用他们的产品，新加坡已经用了，叫吴国车联，它是bus 和小巴全都是自动的。那么像我这样的这驾车经验不足的或者不会驾车的，其实本来还想退休以后再学车的，现在不用学了。所以在通识或者在通识和专业之间的这个从概念要重新定义。做饭你在家就是通识，你到餐厅就变成专业了。那本来说，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做饭这个东西可能不行了，那今天这个做饭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行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行业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的要求高了，对食品的要求高了，对烹调的要求高了，所以这样的人才反而比我们做金融的更紧缺。我的同事也好，或者我的晚辈也好，到香港来办那个优才啊，比厨师要难得多，做金融的。所以我想强调的就是时代变了。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 AI 新的科技发展的一个时期，首先你要去调整，要面对和应付这个时代带来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和挑战。这个变化，我认为这个时期的变化，它不亚于过去的几次所谓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互联网革命，也不亚于社会体制层面的变革，比如说79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它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要回到个性。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你对自己要重新去定位和认识自己的天赋。自己的天赋，你要查一查你爷爷，对吧？你外公、你外婆，他们擅长什么，完了再结合自己现在对什么感兴趣最擅长做什么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说，你可能要重新在新的这个环境当中来发现自己在哪些领域3年5年以后能够做什么，而不是说我今天能做什么，我今天会什么。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可能重新认知、重新学习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就在宏观和微观个人层面两个完成这样的一个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之后，可能就要学会特别长期的、广泛的观察，就是不像以前一个很长阶段的去观察的这个变化、环境的变化，而是要非常随机应变的、分分秒秒的去跟随
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现在发展太快了，AI 的这个发展已经是以周为计啊，每一周变化啊。比如 DeepSeek 出现的时候，大家说 DeepSeek 跟美国的这个 AI 差不多，差3个月到半年。那现在这个当然我们不去讨论，我也不是专家，好像这个已经变调了。那么个人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学习、更新、重新认识，来顺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适应。呃，今天早上我还跟我女儿是大2，她今年夏天要涉及了怎么样去选择她的实习。那么涉及实习呢，其实是为明年的实习做准备的，后年就毕业了嘛。那这个问题就摆在这儿，对吧？你到底要去做什么样的实习？那么这一部分呢，鉴于时间关系，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交流。我们这一代，这个 Francis 是更前辈，校长比我年轻，但是我们整体上，我们这一辈其实这个生存問題，年輕人是個發展問題啊，面對的，但是課題都是一樣。我就先講這麼多。多謝兩位。咁我諗比較共通啲嘅整體嘅一啲睇法，都係覺得喺呢個大嘅變革年代咧，好多時我哋嘅無論喺學校又好，喺工作環境又好啦嚇，喺社會裏邊咧，我諗亦都越嚟越多係要俾翻一啲個人化嘅、個性化嘅一啲嘅機會俾我哋嘅年青人。咁特別咧就係話以往我哋可能係即係好一大班同學考試畢業，可能以往咧都係好容易揾到份工啊。咁而家咧，因為大學生普遍咗啦，我哋更加係着重啦，除咗係自己專業之外啦我哋更加好似Francis 同張博士都提到啦，係有啲嘅能力咧喺而家可能更加重要㗎，思考嘅能力溝通嘅能力。咁特別咧，我哋好多時都係唔係單一個學科我哋希望咧多啲用唔同學科，甚至係唔同嘅文化嘅一啲嘅即係視野咧，去理解好多問題。我就寫咗幾條問題啦，都之前係俾兩位都即係諗一諗啦咁我想就同大家咧係探討幾個我諗係多啲我哋而家同學年青畢業生關心嘅。第一個問題咧，我就想問兩位啦我哋好多時都以前都係講對口就業即係揀一個學科、一個主修、一個專業出到嚟咧，希望好快揾到一個最近自己專業嘅工作咁而家咧，好似即係成個都環境有啲改變啦。咁最近啲數據咧都講咧，好多大學畢業生咧畢咗業之後咧，其實都唔係揾翻對口嘅專業對口嘅一啲嘅主修。咁呢個經濟社會結構可能真係有啲變化，好多咧都揀咧畢業之後咧，同自己大學讀嗰個學科嘅專業係冇乜關聯嘅行業或者崗位嘅咁就算真係畢咗業之後揾第一份工對口咧。好快咧，可能2-3年之後咧，都會轉工轉行因為而家好多工種咧，以前都冇嘅。咁亦都咧係即係多咗咧係自僱啦亦都有啲所謂 snatch 即係好多個 snatch。咁大家兩位點樣睇呢個現象呢個趨勢？其實呢個幾廿年前都係，其實呢個問題幾廿年前都係㗎啦，即係我自己即係讀完書之後，畢業想做乜嘢咧，都係即係會係好迷茫嘅。咁所以即係唔係而家嘅問題，而家可能係因為嗰個所謂嗰個速度係快咗，所以變成係更加加劇咗呢個問題。但係有一樣嘢我成日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咧。咁頭先我講開黃仁勳講嗰3個因素咧。佢講嗰個其實第3個因素咧，係喺你個即係人生你重要個 moment， 即係可能係啱啱畢業即係嘅時候，你始終要做有少少決定咧，就係有少少預知嘅決定。
咁呢個預知嘅決定就係、其實係你嘅修養嚟，即係你點解喺人哋仲未見到嘅時候，你係可以見到，而見到呢一個係一個趨勢，咁你先至可以即係堅持落去做呢一樣嘢。咁點樣去發展呢個稍微有少少預知嘅能力咧？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一個好嘅教育啊！我覺得喺博雅教育方面咧係比較重要嘅，因為而家好多我覺得好多人嘅思維咧係比較係所謂 correlation，即係見到譬如話人咁做，我又咁做。即係好多嗰個，尤其是開始做嗰啲所謂嗰啲 modeling 啊，即係嗰啲 model 嘅標啊嘅時候，好多時佢哋個諗法係好框框嘅。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嘅博雅嘅教育咧，係你令到係有一個比較批判性嘅一個思維，反而你嘅思維係多啲係所謂係 consequential， 即係你會諗係咩引致，即係而家呢個情形，而家呢個情形係將來嘅發展係邊個方面，即係個趨勢。咁當然冇人會係覺得係即係100%嘅，但係你嗰個睇得遠少少，即係我有時啲朋友成日都同我講一江春水向東流，咁。點解一江春水會向東流？咁你順流而行，咁梗係好啦。咁你逆流而行，咁你梗係會遇到好多挫折。咁點解江水會向東流咧？因為喺中國嗰個高山係西邊啊嘛。咁如果係嗰個水係由融雪落嚟嘅，咁你理解到呢樣嘢，咁嗰個江水梗係向東流啦。咁如果你理解呢樣，你咪堅持向東行咯。如果你夾硬要向西行嘅，咁你會碰到個困難係好多。咁好多預知嘅能力咧，其實係喺嗰個好多嗰個思維嗰個訓練入邊咧，你係會摸索到啲出嚟嘅。咁呢個當然唔係確定啦。咁所以喺而家呢個世界，我覺得更加重要咧，就係我哋自己嗰個 mindset 嘅改變。即係嗰個 certainty 咧，唔係常態嚟嘅，係 uncertainty 係個常態，係個不確定性係一個常態。咁如果有不確定性，你永遠係會有失敗嘅。所以唔係去特登去追求咩成功，而係最緊要你係喺失敗中係學到，然後企翻起身。你亦都需要係去冒險，因為你唔冒險咧，你可能會輸得仲慘，因為個確定性咧係到後尾咧，你份工即係消失咗嘅。即係唔好講得遠啦。譬如話我初入行嘅時候，1977年，即係我做投行，咁我哋仲要寫咩招股書啊嗰啲咁好多時一大紮秘書啊嗰啲又幫你點樣去打字啊，或者通訊又話要 shorthand 啊，咁好多 professional， 成個行業都冇晒。咁我最近喺北京咁見到有啲 tech 嘅人，即係都係幾有地位嗰啲喎。咁未來寫程式嘅可能有2000萬人係會失業。咁你而家啲人仲走去學程式，咁做咩咧？咁樣。咁但係程式係咪冇咗咧？咁樣梗係唔係啦，係你點樣去用咗第二個方式係做成你想要嘅嘢咁。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尤其呢一代嘅年輕人，大家真係要準備嘅咧。我哋而家活喺嘅世界咧，係即係不確定性係常態嚟。咁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去揾啲好確定性嘅嘢咧，你係注定係失敗嘅。咁你只係可以喺不確定性呢個世界入邊點樣去 position yourself。咁你雖然會失敗，但係希望係少嘅失敗，即係唔會係純粹打倒。咁你係從中再企翻起身。係嗰個學習過程可能係咁樣㗎。
請張博士都分享下對口就業呢個睇法。这个校长，我跟你提个建议，我发现这个讨论题目的时候啊，从心理上想后发言，听听前面怎么说，让后发言有一个劣势，就前面说的想说的都被说完了。你再碰上一个袁博士这样的，他又懂又专业又 eloquent，所以后边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刚才想，那我就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可能就是要把它分开，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我们老年人，在这样一个时代，你面对不同的挑战。年轻人是你现在在校的，比如我们培生大学的一些学生，你首先就是说你的 major 你到底选什么，对吧？你原来来的时候选择这个 major 或者以前学的 major，你想想就害怕，毕业之后，现在好多都实习都找不到，对吧？那么再过3年，再过5年以后，有可能你所学习的那个科目能找到的工作可能都消失了，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那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看你学的什么科目。其实有一些学科 AI 的这个介入，其实是帮忙那你要好好利用这个。那么还有一些，我觉得你不能等，你不能等学校、等社会去来帮助你，而自己去主动的去改变。这个改变，我觉得可能是3个层面。第一呢，就是如果你要是还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年轻人，首先你怎么去生存，还要这个什么呀，养家，对吧？还要养家，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我从来都这么认为，我觉得你首先要考虑，你不管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先要是生活和养家。第二个就是你目前如果你有理想、有抱负，未来去做一个自己感兴趣想做的一个工作，而且你非常有信心，没有问题，你可以追求。那这个时候你就去做别的一份工，对吧？你去做外卖，对吧？你去做这个网约，你可以做蓝领，对吧？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有一些工种 AI 带来的冲击，其实给一部分人带来红利的，就是蓝领的红利，就是用体力来工作的人，工资收入突然一下增加了很多。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读书人，你要突破原来传统当中，我是白领，我不能做蓝领。其实体力劳动去了以后，当你的收入达到一定的程度，其实我们从心理学或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其实是改变人的态度啊。那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本，有了这样一个条件的时候，你可以更从容的去追求你感兴趣的专业，或者说你有更多的时间去2年3年以后再去追上你那个自己的一个梦想。中年人我觉得可能是挑战最大的，因为你差不多已经定型了。那么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要 realistic。第二个就是重新把原来时代生活个人家庭的东西做一次 reset，就跟你炒股票或者做投资一样，过去的成功和失败，把它做一次清理，重新再把自己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一个环境当中，你看看应该怎么样去起点。老年人呢，我们就觉得相对来说好过，你只要就是愿意动动脑筋学习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是很好的。我就记得若干年之前在上海就吃过一次苦，因为以前不会用这个滴滴打车，那么结果上海的冬天你知道很冷，风一刮再一下雨，打车打不到了。那出租车那时候已经开始用滴滴用其他的软件，所以我不会用，在那儿转40分钟，冻完了以后回家就感冒了。现在就会用啊。那其他的，我前几年还去养老院去帮我爸爸去看这个护理院。我爸爸100岁，那么我因为帮他去找养老院、护理院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解除了我对衰老的这个焦虑。我不怕老了，我觉得我自己90岁、100岁的时候，我不怕了。为什么呢？现在的养老院、护理院已经非常的完善，尤其是有科技的康复仪器、医生supported by AI，
已经非常非常好了。那么他们好了，我爸爸100岁，我爸爸今天其实是刚转到 ICU，昨天晚上半夜转到 ICU，我今天我以前一定要回去的，我今天不用回去，不用回去什么呢？现在的整个服务的系统已经非常完善了，所以我就很高兴今天还能在这儿跟大家侃侃而谈。你看我现在 I'm so relaxed，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是现代科技 AI 带来一个整个社会系统，包括服务系统的改变，带来的一个好处。其实我们去适应它，去跟随它，去改变自己，完了去创造一个未来就好了。谢谢。頭先聽到阿海濤講嗰啲嘢，我又忍唔住有啲嘢想加下嘅。咁當然即係我哋人生最緊要都揾食先啦。咁過咗揾食之後，有時我都諗，即係你個動力係喺邊度嚟？即係你有咩動？即係揾食之後，你有咩動力先咁樣？咁頭先就阿海濤都講咗好多，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令到我帶起，我今日都成日都講阿黃仁勳，咁佢講頭先嗰兩樣嘢講咗，第三樣嘢覺得緊要嘅咧，佢就話嗰個係一種 human empathy，即係我哋係人係一個社會動物嚟嘅，因為我哋係會係喺呢個社會度係生存。咁既然喺個社會度生存咧，我哋亦都可能會覺得有啲責任或者有啲其他喺揾食之外需要考慮嘅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當係飽暖之後我哋想做嘢嗰個一種嘅動力。咁我覺得喺個博雅教育嗰度咧，其實係令到頭先我講即係黃仁勳講嗰三樣嘢。係一樣，你嗰個有啲基本嘅嘢你要知道。市場有市場個規律，法律有佢下邊嘅倫理道德嘅支柱，會計亦都有佢嗰個支撐咁嘅。咁呢啲嘢係唔一點變。咁我哋係點樣係令到自己喺呢一方面不斷咁進步，不斷咁累積。OK， 好嗱，咁好，頭先咧都啟發咗一啲嘅諗法啦嚇，即係我諗喺唔同嘅人生階段咧，點樣去睇變同唔變咧，都係有唔同嘅。喺年青嘅時候咧，其實係我頭先都即係 sense 到就係太過穩定，亦都唔係一個最安穩嘅方法嚟嘅，可能都係有自己嗰個興趣揾到自己嘅價值。同埋咧，係有時都係要會試錯嘅喺年青嘅時候，我哋都經歷過咁同埋咧，就頭先張博士都提到啦，嗰個即係喺唔同嘅階段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有自己一啲嘅得着同埋咧係會有機會咧去總結到一啲嘅經驗咧，係再會有試其他嘅嘗試咁所以咧，即係話咧，而家大學畢業生真係要好對口去揾到自己讀過嗰個學科咧，其實咧係唔係真係常態嚟嘅咁呢個我哋都係要去好去思考。嗱，我跟住咧，我都想問一個，亦都係好多同學咧係都係好想問嘅。咁啊，就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咧，就係肯定咧呢個 R&D 科研咧係一個經濟嘅動力嚟嘅，任何嘅經濟體咁亦都政府同埋院校咧，都係呢幾年咧係推動去培養好多嘅科研人才、科創人才、AI 嘅人才。咁亦都咧咁巧咧，就係呢一排咧，我都留意到咧，就係因為 AI 嘅威力咧，最近有啲高科技公司咧，反而咧係裁減咗好多科技嘅人才。聽起上嚟好似有少少諷刺即係我哋想去，因為市場需要，我哋培養更加多科技咁科技公司反而話我而家唔需要咁多科技人才。咁同埋咧，亦都有留意到咧，就係越嚟越多嘅科技公司咧，請嘅畢業生咧，就唔係讀 computer science 或者係讀 AI，係開始請多啲人文社科嘅畢業生，包括咧讀哲學嘅同埋讀歷史嘅。咁大家有冇留意到咧 ？Tesla 同埋 OpenAI 嘅創辦人 Elon Musk 咧，最近亦都講咧，未來職場最受歡迎嘅畢業生咧，大家知唔知係讀咩嘅主科嘅
去估計未來最受歡迎嘅畢業生咧係讀英文系啊。咁同我哋嘅認知啊，而家一路講緊話啊，我哋要訓練多啲嘅科技人才咧，又好似有少少唔係一定嘅嗰個理解。咁大家點樣去理解呢個趨勢？特別話對年青人選科兩位有啲乜嘢嘅意見俾佢哋？我覺得科技人才就唔可以係即係統一而講嘅，咁亦都有啲係比較係決策層嘅或者有啲係執行層嘅科技人才啦。咁好似頭先我都有講過，你譬如話即係好多文職嘅嘢，你始終係決策層嘅人係永遠都會喺度。而你執行嘅人係一路係變緊嘅，咁喺科技方面其實亦都係，咁所以喺大家嗰個回報入邊咧，係喺而家呢個世界係 polarize 嘅，即係喺決策層同埋喺執行嗰個層面嗰個回報係兩極化得係好犀利，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講話？即係大家唔好向嗰個所謂 commoditize 嗰啲嘢、嗰啲地方去行，因為嗰方面係行得好遠。即係你一定要係脫離個即係 commodities， 你先至會有價值。咁你點樣去脫離個 commodity？ 其實你一定係要與眾不同。即係我同好多人討論過，即係未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 how to differentiate yourself from 嗰個 commodity。OK 好張博士。其实这个题目跟前面其实也是有关联的。我不去敞开去讲，我有一个提议，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因为我这个年龄呢，家里的我自己的孩子，我老大是32岁，我老二是21岁。那我的晚辈差不多都是这个年龄段的。最近我有一个晚辈，他就是考大学，他在选专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一个好处，他是从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提前把大学的课程去学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就是当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当你对未来没有确定性的时候，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或者说我们去尝试学习掌握的知识往前提。何况刚才我们1个小时之前，这个 Francis 还说到小学、中学、大学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你也改变不了小学、中学、大学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你不可能说把它混了，对吧？你做不到。中国国家现在这样一种这个集中资源去支持一个产业，对吧？一个技术的这个 momentum 或者一个 trend， 你也改变不了。那我们自己就去调整，还是去调整。我的一个建议就是，父母也好，孩子也好，你把你自己的功课在基本完成之下往前提，提到一定，比如我初中的时候我就把未来的东西看得差不多了，一边学习的过程当中，完了来发现自己的特长兴趣。第二个呢，就是在实习的时候，不要去追求为了工作所谓的叫做叫做 internship program， 而更多的去一个假期，比如3个月假期，现在我就让我女儿一个假期你去参加3个实习。这个3个是完全不同的实习不能说我学经济的我就中信证券Goldman UBS 3家都一样的，没有价值。你要不要去？我们有麦当劳嘛？你要不要去麦当劳去看看？你要不要去爱奇艺拍电视剧的地方看看？你要不要去这个证券看看？3个看完了以后，我觉得你的
经验啊，这个对你的这个影响啊，可能会更多的帮多一些忙。我就这样。OK 咁啊，我哋都好即係同意啦我諗亦都同我哋頭先第一題討論過嘅我諗嗰個社會個變化咧，都係盡量係有唔同嘅多元嘅差異化嘅一啲嘅選擇同埋咧盡量揾到自己嘅專長自己嗰個興趣咁我諗嗰個學科嗰個選擇咧，好多同學都關心啦，亦都唔好迷信喺好短期個勞動市場，可能係覺得係最需要嘅人嗰個嘅出路咧可能咧其實咧唔係你自己係最中意嘅亦都唔係可能真係市場覺得係最有用咁呢個都係我諗都係即係話咧，除咗係一個深入嘅學習，一個學科係一個好嘅經驗之外啦。我諗嗰個嘅即係廣博同埋嗰個嘅融合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即係對自己長遠嘅發展係一定係好重要。嗱，我首先亦都睇咧我哋喺Zoom 嘅上邊嗰啲嘅字幕咧啦肯定咧就係人工即時咧係生成嘅，係聽到咁，所以咧好多嘅用嗰啲字眼咧未必係準確嘅，大家咧就要自己去小心啲去睇嗰啲一啲嘅字好啦，嗱，我哋或者嚟到下邊咧，我哋都跟住咧，亦都係講一個課題咧，亦都係大家頭先都可能提到嘅，就係而家因為 AI 嗰個特別生成式 AI 嘅資訊內容咧可以咁講係泛濫嘅，同埋係真係有時真假難分嘅，唔係淨係文字即係圖片影像甚至我哋而家好多嘅演算法咧都唔係咁透明嘅，係咪真係咁即係實在，或者係經過好詳細嘅驗證嗰個可靠性、嗰個準確性？其實會唔會擔心慢慢因為呢啲資訊咁難分真假嗰個演算法亦都唔係真係係咁準確或者可靠嘅？會唔會慢慢擔心即係 AI 會影響到我哋人同人之間嘅互信社會嗰個嘅互信基礎？咁特別對我哋年青人而家嘅一啲嘅價值觀、一啲行為甚至係學業事業嘅發展仲有啲乜嘢嘅影響？大家可以即係去補充好冇？我請張博士先講啦，今次AI 嗰個嘅一啲嘅對社會、對我哋年青人嘅行為又會有啲咩嘅影響咧？我們輪流。做一些软规则，那么这样大家才至少有一个这个 rules of law 可以遵守尽量的比较难，我知道就每一个新时代在这样的情况比较难。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个人来说，其实跟这个题目也是有关的，就是博雅通识。就如果你在博雅和通识这个层面，如果你花了足够的时间精力，你把 common sense， 你把你的知识面拖得够宽，完了你的认知水平够高，这样你的辨别能力也会好很多。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做以读攻读，就是你用 AI 的这样一个东西来去做工具来进行识别。现在就是就跟很像，我已经当过军人，就很像进攻的武器和这个防卫的武器一样的。网上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可以去，我不太懂这些因为我不大看这些东西。你可以找那些就是辨别真伪的，
你比如说你整容没有，对对对吧？你 P 过没有嗯啊？这个信息，其实大数据既然有那么多信息真假的话，其实也是有这个软件的，那么多方面结合了，社会的影响肯定是有的，这个问题可能在一个阶段可能还是需要解决的。希望就是政府、社会，还有一个就是学校，我觉得就是学校可能要做很多的工作，是一个一以而贯之的一个过程啊，去教育啊，去引導啊，讓它形成一樣的一個習慣。我就講呢個。OK， 好，翻述點樣分辨真假？頭先海濤講嘅嗰啲嘢，我其實即係心有其受，即係佢又好似講晒我想講嘅嘢咁樣。咁我想補充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就好傾向或者甚至因為我受嘅教育或者我喺芝加哥大學，咁佢哋我差唔多係被洗腦係即係喺學術方面或者係做人方面咧嗰個自由表達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我哋係相信係即係所有嘅資訊都要自由流通嘅。咁所以即係我唔會覺得係想要喺點樣去禁止某一個資訊喺個平台上嗰方面嘅着想。我始終覺得係教育係最緊要。我由頭到尾頭先都講有好多嘢係會變，有好多嘢係唔會變。都好似今日個題目咁明辨思維。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就將呢個思維嗰個質量去提高。咁即係博雅教育係非常之重要嘅一環，即係你始終到後尾你自己係要做出嗰個判斷。咁有一樣嘢我係好想 emphasize 嘅一樣嘢咧，就係真假咧最好嘅辯證。即係最好嘅驗證嘅地方咧，都係喺現實生活入邊，所以我都會係鼓勵，即係學生又好，大家啲人都好對喺大自然嗰度接觸多啲，因為大自然唔會對你講大話，或者係喺社會度係同唔同階層嘅人即係接觸多啲，因為喺生活中自然會係令到係知道真真假假嘅嘢好啊。咁當然咧就兩位都好強調咧喺呢個年代咧真係好多嘢要自己去獨立去過濾去思考。咁我亦都睇到咧兩位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提點咧，就係當然而家全世界都講緊一啲立法喺嗰個AI 嗰個治理AI governance 嗰度咧，係咪真係要有多啲嘅規管？咁亦都喺從教育嘅層面，我哋當然亦都好重視，就係點樣俾同學有一個好嘅培育，可以獨立理性去思考、去分辨資訊個真實性。咁更加重要咧，就係話可能兩位都提到咧，就係當我哋遇到好多呢啲嘅資訊嘅時候咧，我哋懂唔懂得去提出問題？關鍵嘅問題，甚至係我哋夠唔夠膽去挑戰一啲主流、一啲傳統、一啲權威嘅睇法。呢個我講呢樣嘢都比較大膽嘅，即係話其實如果我哋唔係咁樣，亦都好難係打破到以前一啲舊有嘅一啲嘅諗法我哋係冇咗個自己一個創新嘅一個嘅解決嘅方案。Francis 你點樣講係點樣去睇？其實我哋而家年青人而家係咪真係可以做多啲，去思考多啲，係咪真係去懂得去問關鍵嘅問題，去挑戰傳統主流同埋權威？特別喺我哋博雅教嘅環境裏邊咧，我哋都係好着重頭先你講嘅自由嘅思考嘅空間喺度。即係呢人嘅
其實係的，即係啦，係話英語即係如果呢啲，所以嗰個節節嘅架構咧，其實係好多時候呢究竟個係係只有或者係呢個係加係即係必然嘅嘢嚟。係咁啊，張博士，我哋年青人懂唔懂得去提好嘅問題，去思考問題咧？我还是回到这个题目，我觉得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时期，新科技 AI 这个逐步主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不是要减少博雅和通识，可能要增加。比如刚才现在说的这个独立思考的，你要想独立思考，其实你是要最大的挑战，你是要排除干扰。那么我们以前有一个误会，认为这个新媒体、自媒体，出现了以后，会使得人们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来获取资讯。也对，也不对。不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工具技术，它可以被我们所谓的叫做主流媒体吧，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掌握权力的这样的一个媒体，他们也可以用这个东西。那么这样你可能在想自由的去思考、讨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被一个更强大的一个环境、语境把你引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我之前也谈到的，就是你通过自身的更加的强大去增加思考。另外，我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就是多读一点纸质的书。就现在不是纸质的书，书店的书被这个都被抛弃了嘛，因为电子化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认为应该多去书店买一点纸质的书，尤其是父母引導孩子到書店去逛逛走走。好嗱，咁我知道咧，而家我哋就大約剩翻係半個鐘頭多啲啦嚇。咁我哋其實之前咧都收到啲報名嘅人士咧提出一啲嘅問題嘅。咁或者我都係先係幫佢哋啦嚇，問兩位一啲嘅有關嘅問題啊。咁啊有兩位我諗係同學嚟㗎，一個咧就話喺可以揾工喺面試嘅時候，點樣可以好好咁展現自己嘅好奇心、批判性嘅思維同埋創造性解難嘅能力。咁呢個我諗係啲所謂技巧嘅問題啦。咁就相關嘅呢個問題就係話好多學生、好多同學咧都擔心自己會作咗錯誤嘅選擇，影響到將來嘅發展。咁請問兩位嘉賓點樣看待年青時候試錯呢一啲嘅經驗？其實學生同學又應該點樣去面對呢啲嘅不確定感，同埋咧係點樣去理解試錯呢一樣嘢？其實我相信字典入邊冇試錯呢兩個字嘅，真係錯你唔會試啊，錯你就唔會做，亦都唔會試啦。點會俾你去試錯啫？係咪？錯係你做咗之後先知嘅啫嚇。咁其實好多人都話係即係喺 interview 有咩技巧咁。咁其實你即係假設人哋 interview 你嗰個人係會俾你呃得到嘅啫，係咪？但係佢哋咁有經驗，點會俾你呃得到啊？咁所以你
你其實你如果唔係以自身嘅嗰個實力去表達自己，咁你就會錯啦，因為你誤導咗嗰個 interview 你個人，或者佢請咗你之後，咁你仲大鑊，因為佢發現你都貨不對版嘅。所以我覺得即係 interview 係有啲技巧喺度，但係你最緊要係展現到你嗰個自己本身嘅實力。我就唔相信有咩試錯呢啲咁嘢，錯咗係錯咗，有後果嘅。咁咩試錯之後就冇後果咩？係好啊，張博士畢業生去企業見工嘅時候，點樣去表現自己啊？我補充2點吧，一個關於試錯的問題，我覺得試錯這是一個幾乎沒法解決的一個問題。我覺得就是你自己掂量一下，因為我們做投資的，就像我做投資，你想一想，你這個投資如果說錯了，你能不能承受？如果不能承受，你就不要幹，對吧？如果說你這個錯如果產生了以後，你不能承受這個後果，就不要試，對吧？平平安安就好了，對吧？如果你能夠承受，就多試一點啊。尤其現在這個捲得太厲害，尤其是中國的市場不大太容忍你的這個錯誤。你完美無缺，什麼錯都沒有的時候，你都沒有機會。那你錯了，你怎麼會有機會？對吧？那麼這是一個。那麼第二個呢，就是我覺得年輕人在面試的過程當中，我建議是以不變應萬變。今天這樣捲的時候，當你的簡歷是1/1000是2/1000的時候，你想什麼辦法去面試都是沒有用的。那麼這種情況之下，我還是認為應該以本真的自我來呈現在對方面前。第二個就是你把自己的主體想表現的、想表達的東西先放下來以後，用 AI 來幫你梳理思路，而不是把內容交給 AI。這是我的建議就用本真來表現，完了用 AI 的工具來幫你做得有條理性，因為你面試會緊張，對吧？會失憶，讓這個起一個輔助性的作用。好嗱，我而家跟住咧就都係我一啲自己都好想同兩位討論嘅一個。最近咧喺歐美有一個研究調查咧，有啲數據就係自從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後咧，而家嘅大學畢業生咧個實質收入咧，確實係比上一代教育水平較低嘅父母輩咧，其實係提升咗，係好一個好大嘅增幅嘅。同埋咧，佢又發現到咧，而家最低嗰1/4嘅收入階層咧，只有20%咧係大學畢業生嚟嘅啫。咁其實咧，即係話咧，而家嗰個大學畢業生咧，確實係嗰個實質收入咧，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嘅增幅喺度。但係咧，好奇怪咧，個研究都發覺到咧，今日嘅好多畢業生咧，實質個收入咧，同佢期望個收入咧，比上一代上一代嗰個認知有更加大嘅差距。英文咧，佢哋叫做一個 aspiration 嘅 gap， 即係以前咧，雖然收入係比較低，實質嘅收入，但係佢哋期望唔係好似今日嘅年青人咧係咁高嘅。咁亦都係一個原因，令到而家好多嘅年青人咧感覺到咧係有啲咧係唔滿意或者甚至係失望亦都咧覺得咧社會嘅經濟增長咧，好似佢哋冇乜嘢實質可以係分享到有比較多嘅個人嘅得益。大家點樣睇呢個問題咧？嗰個期望嘅差距係咪真係比我哋上嗰幾代係大咗好多？其實我就唔覺得係呢個係期望嘅差距，其實係即係讀大學係普及化咗之後，其實我就話係一個 commoditize 咗，即係將個大學教育係變咗係我唔知點講中文嘅，又唔普及化，又可能未必係啱。其實係將佢係 commoditize 咗。咁 commoditize 咗有個問題就係佢嗰個供求嘅關係。你供應多咗，咁你自然嘅需求係即係你自然嘅價值係降低㗎啦。咁呢個
如果大家知道即係經濟規律嘅呢個幾乎係必然嘅現象，所以我唔覺得係有咩期望失望啊嗰啲咁。其實好似喺股票市場都係咁，你大家都睇好嗰隻股票嘅時候，佢個價錢已經係好高啦，咁你再走入去咁你自然會係失望㗎啦，咁係咪啊？鍾博士，我感覺好像沒有完全聽懂這個問題。我 let me try。第一，我覺得現在這個我的看法是從現在是不可阻擋的。那我們差不多，大家的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圈，大家的看法，就中國最近這幾年，有一批中產階級其實已經失敗了，生存的根本面臨一個問題。那麼這種情況，我認為可能會更嚴重。所以還是我前面講的，一個是在政府面、政策面可能要去採取一些措施，無非是立法呀，還有這個均貧富的這樣的一些政策，包括在產業發展，在這個收入指導方面，真的要做些事情。當一個新興的一個產業把過去的老的產業消滅之後，帶來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但是一個社會問題，甚至可能會演化為變成一個政治問題。那這個我們知道肯定也會引起重視，但是我覺得目前已經正在看到的政策面的引導不夠 decisive，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不一定對。那麼個人呢，我覺得其實還是那些東西，你可以去努力啊，去應付啊什麼的，對，當然也是很困難。對啊，我對這個問題我相對比較悲觀一點，我比較悲觀一點。咁我都同意啦。特別喺而家呢個年代，因為頭先講到高等教育係普及化咗啦，越嚟越多人有大學位啦，所以大學位咧唔係好似我哋以前一個舊嘅年代啦，係有一張保證咧，你一定揾個好安穩嘅好嘅工作反而咧頭先可能我哋都提過啦，更加係需要係掌握一啲唔係個個人有啲嘅技巧唔係一定係讀書成績或者你嘅專業反而就係多啲譬如話頭先我哋提到你思考嘅能力溝通嘅能力同人哋協作嘅能力同埋頭先都提到啦特別喺而家呢個年代咧我哋好多時都好疏離我諗更加緊要就係嗰種懂唔懂得有一種人民嘅關懷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責任感啦，喺呢個年代咧係更加重要，去突顯到特別喺職場裏邊咧，我相信你係有一啲人咧係對自己嘅要求可能就係仲係喺一個舊嘅年代嗰種諗法反而我覺得而家係更加需要咧係喺有啲嘅特質，有啲嘅技能咧係反而顯得係更加係重要嘅。好啦跟住咧，我哋咧就係想咧係談一談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同埋有啲朋友都問到嘅。我哋頭先講係比較多年青朋友年青嘅畢業生，咁咧就或者我哋講翻咧就係一啲亦都係我哋好關心嘅，就係話而家越嚟越長壽我哋由中年去到我哋而家所謂嘅係更加係成長咁香港咧就已經係全世界最長壽嘅地區咁最新嘅數據咧，男咧就83歲，女咧係88歲咁咧就咁亦都調翻轉咧，而家越嚟越多人講啦其實喺65歲或者70歲以上咧，先至係事業嘅啱啱開始譬如話大家有冇留意到啦？頭先Francis都講到啦輝達嘅 CEO 黃仁勳咧就話60歲先至係事業嘅第二春。咁咧就好多時咧就係
繼續熱愛工作，唔係為咗累積更加多嘅財富而係更加多機會俾佢發揮。甚至佢亦都提到咧，只要有健康同埋活力咧，80歲先至係第三春啊！咁我哋點樣去睇傳統嘅 concept 就係65歲之後慢慢退休呢個觀念？其實我哋點樣去睇累積財富同埋提取財富呢啲唔同嘅人生階段，其實同我哋以前嘅認知同今日嘅環境嘅變化你點樣去睇呢一樣嘢？其實呢個問題都好貼身啊！我自己都成日都喺度思考緊呢個問題。咁頭先阿海濤都有講到話，即係佢即係父母或者而家嗰個點樣過，即係而家呢個年紀係點樣過。咁我舊年我都同太太特登去參觀一個即係養老嘅地方。即係叫做吳苑，咁佢就喺陽澄湖嘅，咁大家都可能知道陽澄湖就出產即係大閘蟹啦。咁但係陽澄湖附近嗰個環境係非常之好。咁有間保險公司，咁佢個領導亦都我好朋友，咁我特登走去吳苑嗰度睇下。咁其實嗰度個環境真係好，佢將嗰個人，即係老人家嘅健康分咗成5等咁樣，咁一等就可能係可以自由活動或者周圍去玩嘅，咁到後尾係甚至去到係差唔多係凌晨嘅階段，即係已經係可能係等緊過嘅咁。咁佢又有醫療，即係喺個吳苑入邊又有自己嘅即係醫療嘅設備然後即係又可以直接即係駁去即係蘇州醫院咁。咁每個老人家咁佢哋都確定係，譬如我見到嗰啲護理人員都好似踩住啲風火輪咁，佢哋決定即係總之一有咩信息呢3分鐘之內就必到咁樣。咁當然即係喺嗰個安全方面，佢哋係做到好十足安全護理方面。咁你初頭嗰幾級仲係即係可能係仲係活躍嘅，咁佢又會安排好多活動譬如話嗰啲書法班咁有好多大學嘅教授即係退咗休，咁喺嗰度見到佢哋寫啲書法都唔知幾靚，或者有啲中意玩音樂嘅一齊喺度玩咁係即係我哋會見到社會係會提供到好多即係好唔同嘅方案俾大家去選擇。咁仲有一樣嘢，佢又譬如話除咗吳苑之外，原來佢喺全中國有成30-40個呢啲咁嘅。咁你夏天你可以喺燕園咁燕園就係北京咁嗰邊即係天氣各方面可能係靚啲咁你冬天咁你可能去海南島或者係深圳叫做彭縣咁所以即係都好多即係俾老人家嘅選擇，你選擇係咩生活？咁佢冇話佢人唔遠，咁佢喺上海，好多係上海嗰啲人去住喺嗰度。咁佢服務嗰啲人又好年輕喎，即係你唔同話好似即係香港好多都係比較老啲咁。咁服務嗰啲人咧，就因為始終中國大啦，咁即係就算江蘇省都有蘇南、蘇北。咁蘇北嗰啲人嗰個生活程度係低啲嘅，咁你嗰度可以揾到啲係比較年輕比較又想上進啲嘅年輕人喺嗰度做，所以即係我覺得嗰個即係養老呢方面確係有好多問題，但係亦都有好多即係解決嘅方案，即係我哋睇到咁樣。咁Francis，你補充埋你點樣睇？而家仲係好多人覺得65歲之後、70歲之後先至係另一個創業嘅機會。我自己就都心同感受嘅。我而家每日起身都最想翻工嘅咁。即係同埋我最享受就係翻嚟寫字樓咁所以即係好多時。即係人生係好多唔同嘅階段，咁即係
希望享受到每一個階段都可以享受得到啦。好，張博士啊，喺甚至好多70歲之後先至係另一個事業嘅高峰啊！而家開始越嚟越多人覺得啊，你點睇？首先我64歲，Francis 是我大哥10歲、10歲，那無論是誰說的，說65歲又是人生的6個開始，80歲是第二春，對，第三春，這個是胡說的，第二春肯定不是的。但是這是我們老年人用來安撫自己，完了按照把這個作為目標是可以，但是你作為一個社會的人說 ，Don't worry，這你春天才剛剛來 ，That's nonsense，That's bullshit，I'm sorry，但是呢，倒過來說就是老年化的問題，我們從經濟學、從這個社會學方面，還有從投資的角度方面，現在大家都很熱。其實在中國的叫養老經濟啊，已經非常熱了。我剛才講的那個我去參觀那些地方，就是我們中信自己的東西啊，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大陸的這個養老，其實已經非常發達了。那從更宏觀的角度，我認為今天的所謂的人口老化啊，人口老齡化問題，你可以把它視同我們早先的中國計劃生育那樣一個時代的這個方法。早先的時候，我們中國人認為就人口是經濟發展的最大的障礙。今天我們說人口減少是經濟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所以其實我們相隔了也沒有多少年。我在想，就張藝謀3胎被罰款750萬，大概也就是10年之前的事兒。那今天張藝謀應該授予他勳章了，其實就隔了10年。那所以我想人口老化這個如果還是從政府、從社會、從教育、從產業的布局，那麼從市場經濟本身你給它一個機制的話，其實我覺得不要把它看成一個負擔。很典型的就是還是以我父親的這個在那個養老院的為例，他那個護理院由於現在的科技方法，完了這個管理架構它非常先進，所以它是1對6的，就是6個老人1個護工，但這1個護工它是專業化的，比你在家你自己1個人雇1個老人照顧的好得多。那這種情況之下，其實效率是提高的，而且就業呀、產業啊帶來的這個外圍的一些發展，實際上都是很充分的。所以與其把它作為一個負擔或者一個問題，還不如說主動去擁抱它。無論是政府還是家庭我們老人自己還是年輕人。好咁有一個相關問題咧，就唔係我提嘅，係一位觀眾朋友提嘅，就係話佢覺得係一個我哋所謂黃金年代啊，佢好客氣啊，佢叫 Golden Age。咁咧就話咧點樣可以體驗到、證明到自己嘅專業同埋社會嘅價值。佢話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咧，好似對呢啲嘅我哋叫黃金年代嘅朋友咧，好似係有一啲嘅佢叫英文discrimination 啊，有少少歧視。佢話其實係咪應該個社會同個市場，特別係政府對呢啲嘅比較係年長嘅朋友，應該俾多啲機會佢哋特別係好多嘅 public 嘅 appointment， 我諗係指嗰啲政府嘅公職。佢話係咪我哋係應該係更加要釋放呢啲嘅即係比較年長嘅朋友嘅機會啊？其實佢哋仲有好多社會嘅價值喺度。呢個可能同頭先都有啲相關嘅，你有冇咩補充呢位朋友嘅問題？其實我就持相反嘅睇法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一代一代都有佢個角色，就其實應該脫離開即係嗰個重要嘅社會嘅角色嘅，就應該係退落嚟，就俾比較年輕啲嘅嘅機會，亦都等佢哋係可以
比較即係控制下自己嘅將來啊！即係我自己其實係幾唔中意即係所謂老人政治嘅嚇。張博士這個我沒有聽懂這個問題。Sorry，他說我們這個社會應不應該給 Golden Age 的人士多一些公共服務的機會啊，證明他們的社會的價值。公共人士比如說很多 public appointment 應該要不要給他們更多機會來做這個事情？ I'm so sorry， 我不明白這個問題。我那個 question 是政府人員、公共人員，他們應該獲取更多的照顧服務嗎？是他主要是說有一點退下來的人還有一點東西可以貢獻，政府應不應該給他們多一點機會去服務社會？OK，特別在香港很多我們叫 public appointment， 比如說政府委任你做一個委員會的委員啊，那麼你比較多一些服務社會的這個機會。Absolutely，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這樣做，但是呢，就是現實是不是這個效果不知道。無論是香港，還是大陸，其實東方的社會，那我們知道就是有一種傾向，就是政府我們叫退下來的人，所謂的去參加一些公益啊服務的體系，很多都是榮譽型的，給他一個榮譽，給他一個位置，其實他們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對對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浪費。我覺得就是應該努力去減少這樣的一個色彩，更多的從社會的需求出發，完了把他們的特長用出來。第二個就是把他的熱情用出來。其中就是讓他們去參加培訓班。參加培訓班的時候，就讓醫生、讓這個健康顧問告訴他，就是你在家待着，你不服務啊，會老得快，死得快。如果參加工作呀，多一點這個，尤其是公益啊，那就是有利於健康，會活得長的。對。咁當然我諗兩位都有啲共通啦，就算喺唔同嘅年紀階段咧，你只係話參與服務嗰個方式或者嗰個途徑可能有唔同嘅未必一定係坐喺嗰個實質嘅一個嘅位上邊但係你嗰個經驗智慧對後嚟上嚟嘅比較年輕一輩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即係作用喺度嘅，係嘛好啦，我哋亦都現場咧，我哋都係可以提問嘅我哋俾翻啲時間睇下而家現場有冇朋友係有興趣係有啲嘢好想問嘅咁你舉手咧，我哋俾個咪你有冇係Andy 好，你好咁多位嘉賓，咁頭先袁博士都有提到一啲 uncertainty 啦，咁而家我哋知道中東個局勢係不穩啦，都有啲戰爭啦，咁呢個 uncertainty 咧，即係你覺得對中國或者香港嘅影響有幾大？甚至乎係年青人未來就業啦，或者創業會唔會有啲係可能危啊，定係機咁樣？係。有危就一定有機嘅，即係呢一樣嘢，我就深信嘅。咁就你話中東呢個問題係咪突然咧？咁其實又唔係突然嘅。咁即係如果我自己即係嚟睇，即係好似我頭先講話一江春水向東流，即係喺而家呢個社會咧，即係呢啲 situation 咧，其實係會不斷咁發生嘅，所以呢樣嘢唔係一個 isolated case， 即係今年唔發生，明年都可能會發生啊，即係都會發生嘅嘢。咁主要原因係咩咧？其實係喺大戰，即係2次世界大戰，然後發展出嚟嗰個社會秩序或者價值觀咧，喺我估可能係911之後咧。係開始有個好明顯嘅變化。1911之後，大家覺得嗰個國家安全係提咗上去，
即係更高嘅層面。咁國家安全就每一個國家嘅考慮都唔同。咁所以嗰個由差唔多，我覺得係由1970幾年開始，所謂嗰個全球化嗰個趨勢咧，其實喺911事件之後咧係逆轉緊嘅。咁呢個係即係如果我哋以即係理性正常個分析去睇咧，所以呢啲事咧喺未來，我覺得係不斷咁發生嘅。咁冇人可以預見，亦都冇人可以避免。咁個問題係你自己點樣係 position 你自己，係令到你喺呢啲事發生嘅時候，你唔會係即係受損傷，受到係唔能夠恢復。咁好似頭先阿海濤都講過，即係好多嘢係即係冇得試錯呢啲咁嘢。你唯一就係即係令到你錯嘅時候，你係即係仲生存到咁啊。好海濤他說這個中東戰爭對年輕人的發展是危機還是機會？我好像是主要是指香港吧。對，因為如果說全世界是說這個問題太大了。對，我覺得對香港，當然我們常說你不自己的發展不應該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香港這個伊朗這個戰爭肯定是對伊朗是災難，但實際上是坦白說對香港現在是有幫助，短期啊。那麼其實過去你看看歷史，像這一類的事件本身，它的直接影響都是短期的，但是它由此引申去思考這個世界的格局的時候，它的影響其實是深遠的。其實伊朗這個事件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但是對香港來說，我整體認為是比較積極的。它其實還不是個伊朗跟美國問題，還是一個我們現在我們習主席講是叫做100年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國家的這樣的一個視角去看這個問題。但是整體的變化，孤立主義的興起，那這個經濟的這個叫 deglobalization 這樣的一個狀況，使得小一點、弱一點的群體，它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主體去依靠，或者是去聯動。沒有這樣的話，其實是很難的。那這樣的話，其實是對香港是非常好的。它是一個自然的存在，它還不是香港，我們是本來是一個國家嘛，它還不像其他說小國我要依靠一個大，我們本來就是在這個大的主體當中，就對這是對有利的。另外有一些短時間的階段性的一些東西引起大家的一些恐慌，從我們投資叫 flight to quality， 那對香港也是好的。當然也不要去過分的 overemphasize 這樣的一個benefit， 使得好像突然之間我們怎麼樣，從投資啊，從就業啊，從怎麼樣可能還是要看個長遠。好咁在座仲有冇其他提問呢位？你先介紹自己先。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嘅昵稱，我叫小文，係咁嘅。頭先聽各位講嘅時候都幾同意嘅，咁但係我有啲期望同埋有一個社會嘅建議。咁我嘅期望咧就係有人話其實就係 Elon Musk 啦，佢話咧 AI 發展嘅時候咧，發展得越嚟越快嘅時候咧，其實生產成本會越嚟越低啦，生活成本啊或者係衣食住行啊都會越嚟越平。咁我就會想問係咪呢個Elon Musk 就話可能我哋將來都已經唔使工作啦，因為基本嘅溫暖問題咧已經可以靠 AI 嘅降低生產成本嘅現象可以解決到啦。咁然之後，如果我嘅期望可以實現嘅話咧，即係如果我哋可以丟低呢個養家嘅責任心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將我哋社會嘅教育資源去增加，令到每個人真正可以做到終身學習咧？例如，即係 AI 發展嘅同時，我哋
本來有嘅一啲專科嘅科目，例如會計、法律、醫科，就算佢哋將來可能俾 AI 代替都好，佢呢啲學科係咪有可能成為人類繼續訓練思維嘅一啲科目咧？因為我相信呢啲科目其實唔一定係淨係為咗滿足個人嘅興趣，而係我哋喺唔同學科嘅浸淫之下，我哋鍛鍊到嘅思維係可以融合埋一齊，然之後去產生我哋嘅真正嘅創造力。所以其實頭先大家提到嘅試錯咧，我認為更加重要嘅係試錯成本，就係話有 AI 嘅同時，我哋嘅年輕人係咪可以增加試錯成本？我相信三位都有一定嘅人生經驗，你哋喺人生嘅過程裏面已經係可能已經係累積咗大量嘅智慧或者係能力。我亦都好希望你哋三位可能退咗休之後都可以發揮你哋嘅資本、真正嘅智慧同埋財產。好啊，咁我係幾點啊？我都好覺得，即係話將來係咪個個都唔使做嘢？係咪真係？就算係咪好事嚟㗎？有 AI 之後啊，我都冇點樣去諗過呢個好似係有人提過呢樣嘢啊。咁另外就係話係咪將來年青人試錯嘅成本會減少咗咯？咁啊，因為大家嗰個智慧越嚟越多啦，係咪真係咁樣？知識就會越嚟越多啊！我唔覺得智慧會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嗰個回報就會喺智慧嗰度，就唔會喺知識嗰度。咁呢個係一個重點。咁事實上嚟講咧，嗰個即係科技發展，令到好多方面嘅成本確係降低咗。咁既然降低咗，啲人如果生產唔到，即係嗰個足夠嘅價值嘅，咁你自然嗰個待遇都會係低咗。呢個亦都係好即係亦都係真理嚟嘅。如果唔係不可能係持續落去咯。咁所以你話係頭先我都有講過，你話譬如醫生、律師咁，當然即係最叻嗰啲醫生、律師，佢梗係會存在啦。但係一般嘅醫生、律師，可能嗰個待遇就一路會減低，所以嗰個科研嗰個價值係會越嚟越高，而係即係你係做得好嘅，同埋做得一般嘅嗰個相差性係會越嚟越大嘅，所以即係大家一定要向最好嗰方面去努力。就唔係話我頭先都講，或者攞個會計師牌、律師牌就算咁樣啦。要好簡短啊。係，因為我而家睇到一個新聞就係話咧，而家各個領域最頂尖嘅專家，佢哋大多數喺細嗰陣時表現其實唔係咁出色，而係佢哋喺唔同嘅範疇涉獵過之後咧，係形成咗現今頂尖能力。所以頂尖嘅能力可能係源自唔同領域嘅一啲融合。所以我就會提議，會唔會大學教育可以延長佢嘅期限，咁學生可以選修會計、法律、醫科唔同嘅領域，等人才嘅質素提高。OK， 好，也讓張主席來。第一點就是 Elon Musk，關於那個 AI 的發展、新科技的發展會，就是超越想象的大幅度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我看了那個 coverage 的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它怎樣會，對吧？但後來我們學習以後，將來肯定會。但是那個實現之前的這段時間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所以目前大家可能不要想太多了，不要想那個帶來的紅利，而首先要去面對它帶來的挑戰。這個挑戰我覺得可能對一個很大的群體的人群是痛苦的，對有一部分人就是會歸零的。最細的我也不知道有什麼辦法，每個人都情況都不一樣。關於剛才這位後來又回音的這個問題，我沒有完全聽懂。那個是一個好像是早期學習
之前年轻的时候不一定优秀，但是后来又很优秀了，对吧？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不等于学习好或者怎么样，就不等于你的未来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新的时代还是这样，可能要随着这个叫做科技和工具的发展，你重新要去规划人生，可能要增加认知吧。其中现在年轻人，我发现有很多的就是他不像以前了。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从观念上来说，比如我这个公司招人，我不会要求你说，以前我看你的简历当中，比如说有你2年没有工作，那我就不要你了。现在我不要，我特别好奇，你这个2年不工作了，你为什么不工作了？你去干什么？哎，那我就后来，当然我发现他跟我讲完了以后，哎呀，你太棒了，你来吧。所以现在可能就是 gap，对吧？无论是学习的 gap，就是比如现在大学，尤其是香港的学校也是允许 gap 的，美国的学校我知道是的，可以学着去 gap，利用这 gap 的时间，可能再去了解一个新的世界，再增加他自己的认知。另外，在自己的这个就是个人的人生呢，在相对成熟的阶段以后再去规划人生，把它往后延，对吧？可能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OK 啊。咁啊，今日啦，時間過得好快啦嚇，我知道網上都有啲朋友係喺個 chat room 度寫啲問題嘅，我都睇過晒啊。咁我覺得好多都其實我哋頭先都係包含咗㗎啦，咁我就冇再特別逐個去讀出嚟。咁時間關係咧，咁我諗就去到一個尾聲啦嚇。我知道大家應該仲有好多嘢想問、想去討論嘅。但係我自己都想做一個好簡單嘅總結啦嚇，其實今日2位嘉賓咧，我覺得係俾我好多自己一啲嘅睇法啊。2位都係喺佢自己嘅事業啊，喺銀行金融事業裏邊係一個翹楚啊，一個好傑出嘅成就，喺行業好大嘅影響力。但係佢哋去睇教育、睇年青人，好多時佢哋會抽翻身出嚟。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個我哋所謂一個博雅人生嘅一個嘅視野。除咗係自己嗰個事業嘅成就之外咧，其實佢哋都係好同意咧，就係話我哋去睇自己嘅生活，睇自己嘅工作。其實都係要一個比較係自由開放嘅一個思維，同埋亦都係鼓勵我哋去挑戰權威啊。盡量咧係去有一個自己獨立嘅思考去分辨好多資訊，去分析同埋咧係做自己嘅判斷。咁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共通嘅無論係袁天凡博士同埋張海濤博士咧，我哋覺得大家都可能認同咧，就係佢哋係亦都一個好深嘅一個人民嘅關懷有呢個人民嘅視野。去睇我哋成個社會嘅發展我哋都係比較關心我哋嚟緊好多社會出現嘅一啲嘅現象同埋咧我哋年青人將來發展嗰個機會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亦都係啦我今日亦都係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咧，都係真係好鼓勵我哋嘅同學啦係更加喺呢個年代咧係更加重要咧係訓練自己嗰個慎邊慎思明辨嗰個嘅思維亦都咧係更加係從一個人性嘅社會人本嘅社會咧去諗我哋而家好多出現嘅問題，好嘛？咁喺度咧係再次多謝我哋今日2位講者袁天凡博士同埋張海濤博士嚟同我哋做分享，好嘛？我哋一齊俾啲鼓聲佢哋。好，咁亦都多謝我哋今日咧係我知道咧喺網上咧係超過係差唔多係2000幾位嘅朋友咁就亦都有機會咧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咧係支持我哋呢個活動好嘛？我同大家係講一聲再見，咁一陣間咧留低咧可以再同我哋2位講者咧係傾下偈嘅好，拜拜再見。